位电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收看《福起来咧》，我是钟意群阿群妹。大家听说都懂好客家戏曲、客家传统的戏曲，用嘅表演，其实对客家人来讲，尤其是对当到阿公阿婆家，都真经非常嘅中意。不过今日嘅节目当中，我同大家来分享伊个表演，也其实跟同样传统嘅客家戏曲有关系，不过佢做嘅有些是嚟改变，韩国同到现代嘅元素加入落去，非常嘅期待，想要好好来谈看下，上来也系用嘅表演吼，来细细嘅分享。节目底度有请到嘅来宾来分享，台七家工作坊嘅讨演傅怡璇分享。大家好，我是台七家工作坊导演傅怡璇、胡雨欣，大家好。好，分享讨演来到节目当中讲嘅讨演哦，接下来再来收嘅也风中乌云嘅五主角来分享林玉玲分享。大家好，我是台七家工作坊亚白的五主角林玉玲。哦，分享呀，两个全部就讲什么呢？哇！今日看到电视嘅观众朋友，大家都在幸福嘅，因为有三妹讲什么？错！七家讲什么？同大家来分享一下亚白呀台七家工作坊吼，有一个舞台剧，所以舞台剧我同大家来分享，小结一下乜嘅时间我来演出，韩国我用版来买票。希望我哋讲的主持人啊，礼拜动换题做在参加个2025的台北艺穗节。那这一次在台北艺穗节呢，我们是8月23号到24号，刚好就在客家主题公园的3楼展间演出这个跟客家传统文化有关的红妆舞韵。那这次表演比较特别的是呢，它是一场表演，穿越4个时代。林玉玲一个人呢要分饰4角，所以她会从客家传统戏曲一路往前进阶，到民族古典，到现代国标，带大家穿越古今，回到现代。所以大家可以随时 Google 红妆舞韵找到我们，购票来现场观赏演出哦。我觉得你好适合当主持人，感觉你根本应该可以放空，因为你就知道哇，要讨演那功法。条理同分明同清楚啊，全部手机都详细细啊，买票嘅部分就是 QR code 就做得了，哦，大家可以记得咯。其實像安陽嘅表演啊，我頭擺喺網上看過，咩網上聽過，有安陽嘅結合，因為佢係傳統嘅戲曲加客家，國標是不是？錯。太難的啦，也係咧，我知道係咧動態嘅挑戰，故說因為有安陽嘅機會做得老。按用傳統嘅客家戲曲嘅元素，然後也現代嘅像是國標舞，韓國有懂得想法變落去，這個演出的契機係因為嘛該張有誒。要擺起去嘅共同愛到嘅女主角玉玲，因為她自己本身是傳統客家戲曲的武旦出身，負責打架的女角，對，對，但是她自己又有很深厚的國標舞的底子。那她自己本身呢，也对于这个女性形象从古到今在舞台上呈现的一个肢体的区别，很有想要深入研究这个女性意识跟女性的表现，所以我们就从玉玲本身出发，然后为她量身打造了这个剧本，要来演出。那玉玲同大家分享一下，你有冇剛才討演有講到你特別有研究，係用版的研究嘅內容係乜嘅？哦，研究嘅內容係講，因為我一開始入學校嘅時節，我本來就學國標舞嘛，啊，我入學校就是學那個客家戲曲嘅時節，嗰一度嘅東西現場都講，啊，你做唔得。你是說國標舞的東西？對，因為它國標舞就是可能比較自我奔放，然後比較現代，對，它就是那種拉丁的舞蹈嘛，對，所以呢，很自信，對，很自信什麼的，然後就連穿着啊、跟着衫全部沒共用。嘿，阿姨可是學嘅時節就會講啊，你要再文雅一點啊，較細模嘅是啦，安尼都冇細模嘅用嘅。看一下那個這個玉玲國標舞，跟我今天穿的衣服有點像。對，姐妹裝。對，然後就會開始安尼嘅時間啊，就會吃到。
一开始很难去适应，对。所以一开始去后期的时间，会有这种要先抛掉自己年代后国标舞，然后要学习传统戏曲，要丢掉一些原本的样貌。对。那怎么会想说，在很深刻的去研究说，这个女性的角色以要用版来呈现？就系因为安尼，我会知道。我嘛个做唔得，嘿，先生讲唔做唔得，安尼错啊，我嘛个做唔得，确实不行。嘿，我如果开始好好到最尾呀哈，我如果知道有可能迄做的。我想去研究迄头摆什么的，然后一开始一层一层这样的女性，她的变化，她的呈现方式有乜嘅无共用？无共用时代嘅女性。什么嘅？哦，古时候你要跟研究迄真嘅有些，比如说论文或者是怎么样的去研究吗？都是这，他现在不能讲是不是？准备要写，准批还要开始。你啊，嘿有特殊，所以要做这个研究嘛？我都是在要读研究所。哎呀，嘿呀，他不用都行关注，现在变前置作业，我们先做，然后到时候就可以很好研究这样。我看过有一类论文按认证，要论文认证都先来做一类舞台剧，对，先从这里开始。是的，就是真的是他提到这个研究主题的时候，因为其实像现在客家文化这个语言的断层，人家东都有上为堂唔晓讲，为堂唔晓讲啊，文化是摸贴类，那我们就想说，那你要如何可以往下让年轻人可以回来，先从认识、了解到有这个文化，他有兴趣了之后，才会再回来寻根。古时候亚白舞台剧嘅呈现，刚刚有讲到有结合传统戏曲，咩有结合亚国标。古时候13年要做4个角色，呀4个角色应该就係講4個時代。冇共用嘅5新的角色，錯冇？來小結一下呀，4個角色。這4個角色呢，這次會有點像是帶所有的現場觀眾進入到一個遊戲世界。那我們會由古至今，先從傳統的戰國時代的女將軍，然後再來呢，到了宮廷的美女舞姬，然後再來呢，再穿越到大舞廳時期，可能上海大家如果有聽過百樂門這種，對，但我們這次夜上海，對夜上海的感覺，然後再來呢，最後回到了自己，他現代本身的這個他對現代的他本人這樣子，對，所以玉玲七家吃到愛做按用4個角色，100，都有挑戰，都有挑戰，因為我之前做客家戲曲都係可能。愛做一個角色啊，順便如果有幾多的人，可能是小兵啊，或者是什麼，或是你可以上下手什麼的，對，是有人可以跟你做，或者是說，那個武旦要打架的時候，是有對手跟你打的，對啊，古時候我頭擺做嘅表演都會按呢，啊，亞擺。變成係一個人做嘅一個動遊挑戰。咩算頭一擺七家按用獨角戲？吼嘿，就頭擺參與的表演都會是很多人共同完成的，會有很多人簇擁着他。對啊，而且武旦就是一個很厲害的角色，然後就負責武打的部分。啊，不過亞擺咁夠有懂得包含就是整個劇情的鋪陳，其實都要加進去的，對不對？導演覺得從按用跟馮勝來13年獨角戲演出，導演會不會覺得好像所有的重擔都壓在他身上？這次呢，其實除了他自己是台上的主要角色之外，我們還會有一個虛擬角色，然後還有現場所有的觀眾，其實同時也是在現場劇情裡面的角色。就我們的劇情推動呢，也要仰賴各位現場參與才可以進行哦。所以其實真正就係從我們所理解嘅舞台劇共用舞台劇，很多進到劇場裡面，就會有很多演員同觀眾嘅互通，就不是說傳統嘅戲曲可能就會大家就是掌聲就好了，底下觀眾就是打數就好不用參與。但其實大家都劇場的度來看亞擺嘅這個風中舞韻，有可能大家都係演出的度的其中一員。錯，總呢？是錯人看哦，總得咯，總得是看停停哦，會做乜計？做乜計？啊，你要做乜計？是會落來看人哋哦。啊，要不要演出一場係幾多？差唔多幾久嘅時間？ 60分鐘。60分鐘。
对，没有中场休息时10间，他要没有休息耶，60分钟一气呵成。对，故说我哋当上嘅的确按用无空用时态嘅按用什么嘅角色，你自己在转换或者是在准备嘅过程当中，毕竟头摆系做传统戏曲较多，下摆来做按用无空用时态嘅戏曲，玉玲自己心里要做什么样的准备，或者是有冇该吃到懂挑战嘅素材吗？应该是呈现的地方会比较难，因为其实我们如果划时代来说的话，可能战国时期我本身就常常在演啊，就是对，或者是说再跳到国标舞的时期，那我本身也常常在表演。国标舞是会在上海那一段吗？哎，对，就是会把我可以的东西，然后要怎么样把它融入。我觉得最难的是剧情跟剧情还有故事铺陈的这个过程会比较困难。对，因为表演对我们来说，我们常常在表演，反而是你要怎么把它结合，然后又要通顺合理，重点是要观众朋友 connect。觀眾朋友係會 connect， 要靠一三年聽聽。嗰個其實也鋪舞台嘅很多風中舞韻哦，其實有當到內容，還個有當到精彩嘅素材，我同大家來分享。也先同大家小可來小結一下，等下休息一下過後，會同大家講還較沉密嘅故事同內容，還個有精彩嘅表演哦。等下記得做啦，先休息一下哦。亲爱的玩家你好，欢迎来到红妆五韵战国策副本。马哥，那还慢你，亚娜呀，我就中文不好，体育也没及格过，打谁？我要回家。请立即套用身份讯息进入副本，并在限定时间内完成任务才可以回家哦。结合诶，就是刚刚有看到喺玉林传统嘅戏曲嘅部分嘅呈现，啊，唔过其实有结合诶一些些咧，这个我们所谓的舞台剧的呈现，有一些表情啊，有一些些的反应啊，也係同看传统戏曲係冇共用嘅。哇，剛剛嘅一嗨，聽聽韓國在我們這麼小的攝影棚，你知道嗎？我在想說會不會打到燈，會不會打到攝影師之類的？沒有看着看着。对，所以像按用嘅呈現，就係到時候都要風中舞韻底度會看到嘅部分，對不對？哦，所以它是這樣穿插的，對，現實跟就是劇情裡面會穿插到胸下。大家想象就是你有點像是在看穿越劇，然後要跟着我們玉林的腳步拉入不同的朝代。剛剛你也開始很像在看那個之前有一個天陽叫做《野蠻遊戲》啊，朱滿吉就是他就是要就進去遊戲裡面嗰種感覺，任務，對，一點點像，對，嗰時候我就知道哇，看到啊，還有上一批嘅導演韓國演員做得來，然後你客家嘅傳統戲曲做愛用嘅結合，其實我係知道同感同，唔過咩知道同好奇，同想愛了解到，哎呀，戲嘅時代嘅五行。對於按用一類獨角戲的演員來講，按用版來分配，其實因為就一三年聽聽，你沒有四三年四嘅角色，你可以一三年做四嘅角色，故是你的區別需要很清楚。對不對？那玉林像剛剛表現出來的給咱算是就是戰國時代的那個角色，對不對？對。如果呈現的話，因為我們有分了四個時代去演嘛。那像說我們演，舉個例子，像女生好了，我們說像笑好了，像我們現在錄節目，哈哈哈，就這樣子笑啊，就懂詞演。
啊，不过唔会变到头白的西毛，伊无可能安尼烧，无可能安尼头白西毛嘿，那都按你粘粉接出去哦，粘整的。嗰种讲，嘿，唔讲头白西毛可能哪会安尼呐？嘿没无冲啊呀！嘿啊，那如果像说是动作的话，动作像如果我们像举例一个案长好了，如果今天我是一个什么大家闺秀或者什么对温文儒雅的 C 模耶，那我们可能案长会是这样子去看，我好像要学一下。对，这样子去看。那如果今天我是女将军回头，是不一样。那如果今天是林幼玲回头，哈。还有吗？就会做这样子不一样的呈现，所以这是回头就有西种某种应该呈现。你会不会那个精神分裂？我们的确是要看他在现场演绎实际的精神分裂，没有错。对，其实会一直就是4个角色1、2、3、4、1、2、3是这样跳吗？还是一段一段的？每一个朝代会有一个故事，然后这个故事会在解完某种特殊任务之后，再往下一个朝代推进。对，所以其实像按用刚刚这个玉玲董清楚嘅演绎嘅无腔用嘅角色，我用版烧，其实也就係刚刚偷演讲玉玲有在研究的部分，对不对？到这时代也係讲乜嘅无腔用嘅情形，比如说。武旦它会有武旦的笑，文旦会有文旦的笑，然后可能有前引也还某前引，大概表现的方式其实也不太一样。我冇强用啦。其實做按用跟研究係唔係你要有看動作、做動作去。我看動作，我做動作功課。係啊，我想看配人用嘅做，那會知原來安尼冇強用哦。係再換一個時代，也會什麼那麼變到按用。係再回過看也下網絡上嘅樣片翕到按到，根本都冇強用嘅時代就會冇強用嘅呈現。不過這樣子會不會又會擔心它變成有一點公式化的感覺？偷妍，你知道？其實因為像是在傳統戲曲舞台上，他們生旦淨丑的每一個行當都有自己非常明確的分門別類，對，怎麼走路對，所以其實我覺得像這一次我們想要跳脫。打破這個框架也是這次比較實驗性的一個挑戰。那其實像是玉玲本身啊，她自己在傳統的這一塊上面，像我們在製作的過程當中，就會一直問她說：那所以女將軍現在做這個動作是可以的嗎？我現在穿這個衣服，我這樣做是可以的嗎？還是我要有氣勢一點？還是我要怎麼樣？所以我們在過程當中排練，我會不停地丟問題給他，那他會透過回答問題，我們討論的這個碰撞，再做不停的動作的修改，或者是他整個人狀態的一個呈現，來做選擇。所以他其實我們在排練中，他就要一直人格分裂。我可能對今天會一直問他說：今天這個將軍這樣可以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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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會不會很奇怪？我們如果穿着將軍服，然後突然被召喚到現在了，然後做一個什麼？會不會對那套衣服不禮貌？還有這一層，那會嗎？會，但是我們排練的時間，我就會做俾你看，我會做。不過做的時間，我會同你講，安尼，我就會跟他講每一個誠意，就可能我們今天我等下他做安尼的衫褲，係代表我係嘛嘅成分，我做得做嘛嘅動作，係有分呢，我就會同導演講。他就會一直 push 我，一直推，一直問我可以做這樣嗎？你做得冇？就是要一直。你那做唔得，應該就是亂過。你嘛該做得，嘛該做唔得，然後一直去調整。古時候係一直去吃就錯，一直去嘗試，希望講我有新的表現，不過有種唔得對傳統不禮貌這種感覺，所以其實真的不容易耶。而且我堂講偷演技其實沒係表演嘅口內出來耶。對，因為像這次最特別的就是，像他自己是傳統戲曲跟國標，那我自己本身是舞蹈系出身，哇，對，那舞蹈系畢業之後，又在台藝大念了跨領域的碩士，對，所以就是接觸比較多不同層面的元素，那也希望這些元素可以碰撞出不同的火花，帶給觀眾一些新的視覺上的體驗。感覺好難哦，身為一個女主角，然後你的導演是舞蹈系耶，好可怕哦！導演會丟什麼很困難的任務嗎？會丟很多啊，很多，開始抱怨，懂，就可能
可能说在地板上的动作，就是因为我们很少可能说穿戏服，我们很少传统戏很少说，也不是说很少，就是你会有在特定的情境或者说特定的动作，就是我们不可能没事一个女生躺在地板上，一定是有故事或者是你要做什么特别的动作，对，然后所以他有时候就跟我说，你可以躺在地板吗？或是你地板可以什么这样子起来，还是什么做什么怎样的动作，什么东西？很困难的挑战，对我都会做给他看，然后就会跟他讲，你觉得我这样合适吗？很棒哎，因为有一类演技做在完成你的想象，对，可是呢，暗勇可以咧很好的，你说的暗勇给撞击同想法，所以你们有点像是一起互相碰撞成长，这样由暗勇给一铺舞台看，没错，我觉得就像。刚刚一开始亚团可以从6个给表演，其实我就在旁边我就看到了，因为一开始刚刚那个枪啊，不是放在那个我们一开始没 no boy dead low 来，一开始是空起来，藏在我们布景里面。啊，不过偷演可能踢一边给刘洋哥，还有偷演就说。黑毛爱在不很厚所以偷演就想到从这个外面丢那一支枪进来给他耍。为什么导演刚他会吃到用暗涌跟冯射是会比原本的呈现更好？像这个呈现就是会不停的看玉玲的状态来去做调整，因为像他踢起白的时间，给躺都上来又掉穷第二。夯起来，好像逃难这样子啊，啥，哎，东西都来喏，地都来，然后他就有那种慌张的感觉。可是他从慌张，你要再转到女将军的这个转折，你就会觉得好像有一点突兀，就从他自己拿，好像是他自己开启的，怪怪的，对，但是他要被套入那个角色的情况之下，好像那个枪从画外进来的一瞬间，在他抓到，他就会瞬间变脸，就我进入，我现在是女将军喽，我现在不是林玉玲喽，我们来到战国时代，我要去打架喽的那种感觉，被迫带入的感觉，好细节哦。因为我知道导演刚刚暗勇讲的，就真的有这种感觉，就是那导演的想法原来是这个用意，而且2位配合合作无间。我一开始想说完蛋了，这样要录很多次会不会丢上去没有接到啊？很厉害玉玲也很能接受从偷演暗勇突然间的给你的任务，来去给他动作的，因为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从小就是学跳舞的关系，就是很能接受所有新丢给我的东西，那我很喜欢尝试啊，我就觉得可以试试看，我很喜欢试，然后试了我才会告诉你啊，走对走不对，但我一定会先试。而且亚白嘅演出咩保留嘅客家嘅部分，差不多有大概多少比例係用客家話來做亞普戲劇？大概每个段落1/3，就是会有中文跟客语的穿插，然后但也希望大家不要因为语言的隔阂，因为很多客家的演出就是大家一看到客语会有一个刻板印象，觉得天哪，我会不会看不懂？那他在讲什么？我要这样去看吗？他会有一个2次转译，必须要先看字幕才可以理解剧目发生什么事。像这样子有一些客家传统的俚语啊，或者是师傅话这种笑点。可能不懂客语，他就会听不懂，所以像我们这一次可能会穿插使用，比如说玉玲可能在找东西的时候，他说快点啦，没时间了，然后突然转换成嘎嘎杀掉啊，没时间嘞，连东西都来，然后再讲一次中文，再讲一次客语，让大家可以有一种反复语言学习的感觉，嘎嘎，快点，嘎嘎，很棒因为暗勇跟冯射，那玉玲会觉得压力很大嘛，要一直华客穿插。唔可以用講一半客家，然後國語解釋一半，對不對？翻譯同客家有拉好，這樣做咧有暗勇嘅呈現。故事大家聽咗來好好期待一下，還有當到故事同內容，按到睇下來分享先休息下，等下再個陣來。
好，分享大家有阵都复起来咧，我是总一圈阿群妹。今日要同大家来分享啊，也个同也客家戏曲，韩国现代嘅国票舞嘅合作腔下嘅一部舞台剧，按到风中不云。第8月23，韩国8月24，我来演出，大家听众我来好好支持一下。有请到桃园同也拜唯一一个女主角，因为佢13年爱做4个角色，来到节目来同大家来分享。刚刚有讲嘅同到有关也无腔用4个时代啊，4个无腔用嘅5星嘅角色，按样板来分配，可能观众做得好好嘅欣赏呀，女主角按样板来呈现。啊，毋过讨厌其实要表嘅同到自家嘅想法，同到任务，同到挑战，而本亚白嘅玉玲来呈现。你自家知道玉玲亚白嘅表现？讨厌刚刚用我觉得非常棒。我就不信你在演出前敢说什么。对，因为其实刚刚前面有提到说，这个演出的机缘也是源自于玉玲她本身，她的肢体跟她的思维是一个非常开放的表演者，所以因为她本身这个很多元系的肢体呈现，让我们可以有这个挑战。很灵活，对，而且他会一直不停的被我问说，这样不对，这样怪怪的。那如果我们换边，那如果我们换手，那我们换个角度，你可以就是不能太大辣辣，或者是不能太三八，或者是要妩媚一点，要放电，要做什么，就会一直的问问题给他，但是他都很能吸收，并且呈现成现场的状况给我看。对，就是拖延很满意。这个女主角，所以既然拖延的，你看大拇指给你毕业哦，就表示讲真嘅係同好看嘅一部舞台劇。啊，唔過我咪同好奇哦，像按用嘅方式，拖延係用嘅第一個玉玲有按用嘅一個研究啊，2-3年頭吧有熟識係用按腳就可以請到這樣子的一個合作的節奏。其實我哋頭擺係強下。做事周 C 同事就是了，对对对，因为我们都之前待在戏曲学院的青年剧团，那青年剧团本身就是做一个客家传统戏曲文化演出跟推广的团队，那我们也很有缘的在当时认识了，就结下了不解之缘，一路到现在，有机会在今年延伸放大这样。嗯，对，而且拖延离开呀这个戏曲这一块之后，又来到了剧团的部分，从亚白这个台七架的工作坊，其实台七架工作坊，也按多年来咩同 TPAD 嘅做嘅都同客家有相关的表演，好冇？其實台七架係從2015年開始參加台北嘅藝名祭典啊，是哦，其實210周年算了，对，所以就是从台北艺名祭的彩街开始，琼爱黑信珠信部音，和信部是艺名爷爷的总庙在那里，对，所以我觉得也很开心，就是因为艺名爷的这个信仰，让我开始有寻根，发展了台资尬工作坊。那我们从艺名祭典、彩街、客家推广，到有一些童话季呀这类型的演出。然后还有像现在有跟新竹县市染协会他们那边推出的比较在地的一个公益发展，那我们也互相合作，做一些小镇的导览跟说书，那把这个客家文化让更多人知道。古时候黑对一开始应该讲比较小规模的表演都压哈，甚至同在艺穗节演出，这样韩国人应该没按简单，然后你都没有丢掉客语耶，都冇太客家，太感动了。我其实都是年来年，因为想会做好多，对，你会想要更去，就是因为更了解。然后也回家看到家乡的客家的文化发展，所以你会希望这个东西不要断掉。因为我就讲，有讲话，你让有文法，你有语言才会有文化。那我们不想要让这个东西就这样子，好像慢慢的就这样子不见了，所以我们要让更多人可以认识、了解自家的汉音和为地啦客家文化。因为尤其係傳統戲曲呀哈，我都沒有練好誒，我記得我很細時節，
树洞戏的时节，还会看到各部的国体，会看到树洞戏。啊，不过等下睇嘅歌后完全冇诶。冇诶哦，就是雅布卡夫区的冇诶，就是苗栗市区的地方，我已经冇看到诶。所以其实我后来就是曾经有想过，这些亚的文化其实头白是在我生活里面，但是越来越遥远。甚至有的人也会知道，给有一些的歌词我们很少看，但是我觉得透过像这种方式结合是非常困难的，因为你还要扛票房，你知道吗？对，要不然按勇给他跳拜有试过吗？没有，都没有 TG 白。而且像刚刚主持人讲到的这个收东戏的部分啊，像在传统戏曲里面会有很多比较戏曲小调，跟传统的一些平板山歌或者是新编曲这一类。那像这一次玉玲在剧里面也会有唱腔，而且会邀请观众朋友一起尝试。压力好大哦！你确定爱人观众想要吗？他们可以负责打牌子。对，就是大家都会参加就抽诶。不过也知道也迄个亲后支持，也欣赏的个方式。韩国你们没看过暗勇的表演，刚刚玉玲对导演讲了，其实你们没有冲刺过嘛，然后这也是玉玲深知未来研究的计划，就拿来做暗勇的表演，对不对？TG 白。对啊，玉玲其他暗勇的表演，因为你去甲做头摆做传统戏曲，暗勇做得老，你嘅两方专业结合做腔下，你嘅心情係嘛嘅？我心情哦，我是吃到懂风戏，因为第一白做懂棋很新鲜，对，就会很想试试看。对，所以是非常大家都懂用心啲嘅做夜白嘅表演，故所大家要来好好支持哦。好，講到呀，接下來復起來呢度要本大家好好來了解來賓咯。故所我來問一下，這個都沒有蕊好的，大家都唔知呀，但題目係乜嘅？我先來問同夜白演出有相關的一個題目好誒，兩三人各自作答哦。好，一個題目係。迄講做得轉到夜白劇本底度誒，沒有一隻死胎，你想愛去哪一隻死胎？我們要一起回答嗎？一起嗎？好，1、2、3，現代，現代上海啊，拖延中啊，該選上海。因為他這一次在上海的段落裡面，他是一個密探，而且交際手腕八面玲瓏的角色，哦，好刺激哦。對，所以我覺得應該會蠻享受那個氛圍，要去解密，找到寶藏。攻防戰的這種感覺。對，那玉玲呢？現代較舒爽啊，歌好歌。頭擺中唔係燒到暗粉去呀，做得。對啊，喜歡現在這個時代。好，接下來再來問一題哦。好，可能這個是我們是狀況2選1。迄個亞到啲表演的時節，拖延看表演，然後玉玲在演出的時節，這兩個狀況你寧願選擇哪一個哦？第一個是讀到觀眾都冇衰，聽夜黑讀到觀眾笑都笑唔停，就是哈哈哈笑全場這樣子。2選1，笑不停或者是打瞌睡。1、2、3，笑不停。打瞌睡唔對用幹啥哈？很起哄起來，很起哄起來，然後要用武旦的角色叫他起床，哪個槍？Chucky，哄起來啊，很棒哎！好，我們先想好了，終於衰太郎會穩衝的球哦。好，接下來呢，第3題哦。導演，這是導演的題目。導演自己也是舞蹈系出身，然後沒有2個人都有。兩三年的表演的時節，有沒有曾經在舞台上忘掉段落，或者是空白的時候？有嗎？有，那怎麼辦？這就要看各自的那個咯。造化嗎？要看錯在什麼地方、什麼狀況，然後想辦法去補救它。所以都是有很可怕的經驗沒有救回來的嗎？很可怕的，我有那種跳過，就是踢一段，其實跳到第3段，踢一段唔見體的，那怎麼辦？就再圓回來啊，因為音樂是固定的，對，我就再把第2段撿回來，然後一定要卡在 ending 的時候是完整的，臨場反應。這種時候其實大家會以為他在 solo，沒關係，
讲。临场反应很重要，尤其这是独角戏，他想怎么演就怎么演。对，就是只有我知道他错，大家摸影底金丑嘞。对呀，真嘅就係表演的人啊，呀，臨場反應非常嘅重要。故說大家聽錯愛記得咯，8月23、24號聽錯我來看下擺嘅風中舞韻哦。我們請導演同玉玲用一句話來推薦雅普舞台劇。一句話，如果講不完2句話也可以。好的，有逗號算一張票滿足4個朝代、4個角色、4種表演，臨場反應跟互動等你來哦。哇，太厲害了，好會講哦，我玉玲。愛看無腔用嘅林玉玲，一定愛買票來看藝。哦，唔錯，故說請大家聽錯來好好來支持，兩個也按講嘅後生嘅來做嘅也風中舞韻哦。故說今日什麼導演，咩什麼玉玲來到節目當中，謝謝，咩什麼電視機頭前觀眾朋友嘅收看，休息一下，等下共下來做運動哦。大家知道有節目好看冇啊？我記得啦，我來福喜來嘅免數傾站，韓國話客家電視台嘅 YouTube 頻道，咪記得我來傾站聽嘅韓國也影片嘅連結啦，記得我分享出去哦。